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本土病例日头增加。昨天咱国内新增加431个本土病例，嘛连续2天病例数超过400例。全台湾有18县市，即马拢有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最近嘛有增加4个中重症的患者，而且内底有人做过3档预防射，嘛无慢性病，嘛是同款引起重度肺炎。国内七十增加431个本土个案，年岁为无到5岁到80多岁拢有，过半拢是无症状。以新北市143例上济，台北市67例，桃园市45例，屏东县也有31例。全国18县市已经拢有确诊个案。指挥官陈时中承认，疫情咧拓开，也无达到高峰。确诊的案例跟昨天差不多哈。那不过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假日的时候是不是有检验比较少哈，或通报比较慢的一个情况，不排除哈，还是可能会再增加。指挥中心统计，国内最近病例当中，各增加4件中重症患者，其中一个80多岁男性做过3剂疫苗，有高血压甲心脏病史；另外一个70多岁男性有慢性病史，一个做过3剂疫苗60多岁男性无慢性病，确诊了也是引起重度肺炎；也有一个50多岁有慢性病史的女性无做过疫苗。他有高血压跟心脏病的病史哦，那这次是染疫之后有出现肺炎。血氧浓度也有掉到92%过哈，所以目前住院是有需要使用氧气，然后也有接受瑞德西韦的一个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因为即阵本土疫情阁压起来，市面上即马快筛试剂是变甲真抢市，要毋过一滴支快筛试剂爱300多块，有立委就呼吁中央讲赶紧甲价销压落来。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会安排伫有疫情较食力的所在免费提供快筛。啊，若政府即马嘛当地传800万支快筛试剂，未来会甲价销压落来。入来药局快筛试剂就放伫咧上险目的所在，药师讲最近销量明显变好，这2种试剂即马只卖甲存食的。那我们在一天大概卖几十个有了，那我进价是260。你如果马上就调到100块，那我不亏死了吗？那看试剂介绍，市面有伫咧卖核酸试剂爱18块，罗氏甲福尔威创控管试剂爱300起跳，民众看法是拢无共。会有点贵啊。我觉得300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比起 PCR 应该是便宜了快10倍。疫情走向轻症化，自主快筛的需求变大，有立委呼吁中央爱赶紧做快筛国家队，先提供免费的快筛应付这波疫情。刚这个时阵，建议比较国际行情，甲压伫咧100块左右。最好是能够比照新加坡、韩国哈，能够回归大批购买，然后也能够让价格压低啊，最好是能够在100元，把价格让它能够更亲民。更 friendly，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应该很快有一个结果出来。我们现在大概以就是说像基隆这样的一个模式，从这个提供一些相关免费的给一些热区，来做使用。除了强调参考家人快筛普及的模式，但是中伫咧初10早起，互邀请去做专题演讲的时阵，也讲当伫咧研究800万剂家用快筛的共同供应契约，试剂介绍未变数，应该真紧就会有结果。记者阿敏真从派文台北报道。这波疫情拖到学校，根据统计到昨下晡为止，全国有18县市223间学校有停课的状况。中央是表示讲，新的校园指引这2天就会公布。啊，若咱国内12岁以下囡仔是拢无注意防射，便若国校有传出疫情，有家长就赶紧带国小的囡仔去快筛。接到通知，返来学校，在囡仔来学校的家长讲有淡薄紧张，因为宜兰这间护理专科学校有学生确诊，学校内面300多位学生甲社监拢爱采检阴性才能离开学校，全校停课2礼拜。之前已经登记厝的师生就要赶紧做采检。礼拜早起，台南有真侪家长收到通知，囡仔读的学校有学生确诊。家长带囡仔去卫生所体检，人排甲落长，要等很久。对啊，很久啊，在后面很久啊。台南伫初10个确诊所，新增加7位是无做过疫苗的小学的学生，拢是伫咧共一间补习班上外文课，互老师感染。造成他任职的补习班里面7个孩子确诊，
那这7个孩子都是12岁以下，都没有施打过疫苗。高雄也有小学紧急自催到停课到4月18。主要他的感染是在课5班来回归到他的学校里面，有不同的班级，所以我们认为学校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全校停课。市府讲，这间学校确诊的也是伫咧补习班被感染，而且学生有9多位拢伫咧无共班，所以全校停课。到初10，高雄居家隔离学生879位，自主健康管理的有2393人。因为小孩都跟着大人啊，只要大人的部分防护或是疫苗有打齐全的话，小孩子应该通常都会还 OK 啦。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到初10下昼3点，全国总共18个县市223间学校采取全校或者是部分班停课，总共已经有2020位学生确诊。指挥中心讲，学校指引的修订会甲教育部讨论了，伫这2天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做回关心天气，今日开始到拜三，各地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高温有30度以上。若伫西半部早暗温差会较大，所以乡亲爱记得脱衫。做回来看温度，今日的大环境是透偏东南风，早起伫这方面的东半部有低降雨，若西半部是侪云到好天稳定的天气。今日的高温有机会会超过30度，早暗较凉冷，日是暗时温差会较大。若这款的好天会继续到拜三，拜四透早有风面到位，中部以北就会落雨，温度会下降，低温剩无16度。拜三到拜四落雨会较明显，是雨来天。这款雨来天会延续到礼拜日。若风台的消息，轻度的风台马勒卡强度会增强，今仔日会转做中度的风台，会向北北西行。明仔载会豆豆转北，再个转北东，行向日本去。另外，菲律宾东边即马近海嘛，阁有一个轻度的风台梅基，这2个风台对咱台湾即马看起来拢无直接影响。来关心大甲妈事件，拜六暗伫中华发生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成员为着接驾撞入去管制区，甲警方发生冲突，造成警察受伤。警方有抓到6个人，尾仔有4个人互交保，有2个少年家互送少年法庭。检方嘛发出传票，即嘛要传带头的张安乐去说明。大甲妈正乡辽境第2天，初9暗，马祖乱架经过彰化市三民路甲永安街口时阵，中华统一促进党的人想要撞入去管制区，甲警方发生屠杀的冲突。张安乐先生，我们遵照国家的法律，遵照现在防疫的措施来执行，好吗？好，讲法律我会告你们。好吧，因为你们是黑箱作业。警方依法逮捕6个人，依照妨害公务顶罪上班。6个人拢是德联邦地火堂的成员，有1个人还佫穿着统促党的甲。检察官伫咧核实了，有另4个人分别以3万到10万块交保。另外2位少年是移送彰化地县少年法庭审理。检方也发传票，12会以妨碍公务、故障斗殴涉嫌人身份，传唤张安乐说明。警政署长陈家钦也强调，对了事者绝对严办。有些帮派黑道分子假借参与这个宗教活动，然后来行扰乱社会秩序的之时，我也要求针对猥琐的或是成员，都一一的加以侦办。云林北港的武德宫初9下昼，因为放炮无顺利，受到神教的暴连，造成彰化甲嘉义2间宫庙的顶头规定伫咧庙前的广场烧拍。警方逮捕15个人，全部移送法办。偷开警车何姓男子，依妨碍公务罪送办；开白色宾士车江姓男子，依杀人罪嫌送办。云林县警局讲，大甲妈辽警队伍伫云林县内，为了要防止搁再有人借机会闹事，警方会强势执法，严挺严办。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个半月，无法度达成资本轻松着拍赢的目标，首都的基辅拢拍袂落来。即马风声讲，因甲目标改去乌克兰东部甲南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即马是警告东部甲南部的民众要紧走。
美国翕到的卫星影像，嘛显示俄罗斯军队正在向南边行。战车队上部有13公里长，内底包括战车、拖火炮的车，也有货车拢有。来看中国时报，受疫情影响，他讲海这饲料的成本拢在起。有鸭卵农就表示，即马鸭卵产地介绍每台斤已经是40块钱，已经是算是历史关价。加上国际局势无稳定的因素阁伤多，后个月开始因为5日节要到啊会暴涨，爱用减两钱，鸭卵需求量会变大，鸭卵的介绍恐惊会创下历史新高。来看自由时报，疫情指挥中心拍算甲疫调的确诊者卡价简化，即马要改用台湾社交距离 APP 来记录谁有接触过，来取代扫实联制 QR code。也是讲入去特定的公共场所，因为是扫实联制 QR code，若未来是爱拍开这款 APP，若头一步会先对公家机关大宣解。关心本土疫情，伫新北昨昏有新增加143个本土病例。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表示，隔离的人数即马已经超过12000人啊，所以会先试办轻症点厝内照护政策。若伫台北昨昏是新增加67例，有5例甲酒店酒吧有关系。若花莲的主治病院，传出有6个住院的患者确诊，相关的流产，即马所有的患者、医护人员也有照顾者，拢袂使离开，爱就地隔离。确诊者行踪全面清消，无被好者所在佫出现检疫危机，因为新北市本土确诊继续清悬，70个增加143人，加3加1国小老师相关检25例。目前新北居家隔离人数已经超过1.2万人，比去年疫情高峰期佫较济。我们目前的这个匡列数是12637，这个隔离只要一通知就生效。另外，新北抢先试办轻症甲无症状居家照护，将检疫隔离中心升级做居家照护关怀中心，切站试运行，主要针对确诊者生活关怀。另外，健康照护部分如何送药啊，各甲病院建立绿色通道，再上就医者等项目会个公布。居家照护里面的医疗照护，我会来跟中央再度的联系，把我们所有的做法跟中央再做一次核对。预计在下礼拜，我们就可以开始正式的来做好整个办理。新增加本土个案除了新北以外，第二季就是台北市增加67例，酒店加酒吧连环爆，增加5人确诊，也有百货特店加 KTV 相关也拢有增加南山的个案。歌唱张惠妹伫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佫出现确诊者行踪，卫生局紧急考虑，伫为周边40人了后，正式佫增加2人染疫。总共匡列采检有40个人，那刚刚出来结果有2位，再新增2位哈，那这2位都是他的友人哈，包括有一位坐在他的旁边，那另外一位是坐在2B 区第6排，有一位确诊。另外，花莲也增加13例确诊，甲奥斯卡美食餐厅群组相关，延伸出9例。不过，主治病院群组相关，标出6名病人染疫，目前也无人暗户。目前这个11楼这个病房呢，所有有感染的就确诊个案，目前都已经移到我们的专责病房。那这个病房呢，目前医护人员、陪病者、看护病人，这个完全都不进不出。深受医来感染，卫生局还未证实。不过，确诊者的相关流产病人、医护甲陪病者目前拢禁止进出。3楼甲11楼所医护等相关人员进行体检，避免漏掉暗中的感染者。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咱9个外国拢无确本土病例，昨昏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这是伫居家隔离期间阴转阳。若屏东有新增加31个本土病例，内底有包括一个小琉球开民宿的头家，所以县府嘛赶紧开一防疫专班，甲小琉球的民众再来台湾本岛采检。加286家号称台湾本岛最后剩地的南投，佫传出本土确诊案例。相关去过所在赶紧消毒。南投县卫生局讲，这是对中年的翁仔某3月底先生北甲新地确诊案例斗阵拍球，地处隔离期间先后采检确诊。前2天4月7号开始，他有一点小咳嗽。好，那我们接到他有点小咳嗽，我们昨天就立刻安排他去医院做 PCR 采检。那一采检 ，CT 值是24。
台中团出长照机构去画到，当时信义养护中心一个女实习生深夜连假等去南部探亲画到。这段卫生局爆裂中心89人 PCR 检测拢是阴性，相关卡列拢已经完成消毒。该中心即日起禁止探视，居民敢使出去袂使入外，就地来隔离。派医护团队昨天进到这个养护中心，再把这些住民跟工作者89人全部都 PCR。全部都是再做一遍，全部都是 PCR， 那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国家南平的屏东是创下一波疫情爆发了后，一天确诊新冠31例，其中天上林间小食部互相收的案件占20例。确诊者内底有一人也是琉球民宿的头家。官府除了下令天上林间停业以外，也对琉球来启动防疫专船加巴士。我们也同时在中午以前启用大型的防疫专船及防疫巴士。分别呢在2家医院来做进行 PCR 再度的采检。官府全面调查了后，调查监察员确定天上林间小食部互相收的案件是4月7日高雄市确诊者案例25601报告点来去消费，小小积极防堵疫情摊开。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滚价，有学者即马是表示，咱国内注意放射的群体保护力可能已经降到剩6成尔，呼吁政府爱紧买抗病毒的药啊。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已经有买啊，若新的一批药啊，难免就有好消息。国内感染病例继续增加，也推出一波疫苗注射条。工会学者分析，因为疫苗会对时间效力消退，目前推估3月开始，国内因为注疫苗产生的保护力可能已经降到6成。感染症医学会提醒，老大人或者是身体状况无好的族群，身体记忆免疫较歹，也是建议爱赶紧做追加疫苗。针对国内案例一直清悬，医师也建议政府爱有新的防疫思维，注意医疗量能加抗病毒药物的准备，这是上重要的代志。现在不是没有药，我们现在有7200份的口服药物，16000的瑞德西韦，所以目前是有药。不会说现在有需要用药而用不到药。指挥中心表示，抗病毒药物这2天有好消息，意思是新买一批可能会被到位。强调目前无药物报告问题，未负感染速报意味状况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应该向前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超过4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62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75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7410例。日本的病例超过700万例，韩国超过15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82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2100万例，法国超过2600万例。即阵中国上海疫情是真热辣，拜六一天就有加24000多例，不少所在即马拢传出买菠菜欠生活用品，民众嘛甲防疫人员警方起冲突。若中国即马佫几样的省市拢甲高速公路封起来，造成货车无法度出入。我跟你说了，那边告诉你既然已经下来了，我下来了。货车司机准备要落高速公路，结果防疫警察指出，落车了后爱隔离，互司机进退两难。而且上海高速公路出入口拢有防疫人员提性命探测仪，都惊有人秘伫货车顶缘离开。中国上海因为疫情陆续实施部分封控甲专项静态管理，已经超过10天。即目真侪所在拢出现民生物资欠缺的问题。全都是团购的。那团购的物资为什么上面写着原驰大上海啊？小区门口的团购物资，后民众发现顶端有关键大纸滴落来分家。你们为什么把这个原驰大上海给撕下来啊？欠物资各部分社区发生防疫人员、警方甲民众的冲突事件。在社区隔离的民众面临大量风险，另外集中隔离的民众，有的人住的环境较简单，或者是爱住伫学校游泳池盖的隔离区域。游泳池里的隔离区，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来完成方舱的建设。一旦建设工程完毕，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中国官方表示，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的饭床便宜已经交第一批床位，但所有场馆改了，就已用了差不多5万张的床位。
结合之前多轮筛查情况，上海全市继续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按照风控区、管控区、防范区3区划分原则进行阶梯式管理。上海疫情严重，美国抗疫公告，因为中国任期执行疫情相关限制，授权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人员甲家属应撤离中国。虽然中方说明，这是美方决定，不过对美方声明中指责中国的防疫政策表达不满，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因为对驻华的外交人员牵涉疫情问题，相关单位也在政策稳准的范围内尽力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法国的总统大选，伫4月30头一轮投票昨昏，即马现任的总统马克宏甲极右派的国民联盟马林勒庞，伫甲2017年的时阵同款，两个人拢成功进入第2轮的对决。市经民调结果，随着对法国总统大选第1轮投票初步有效，现任总统马克宏加极右派对手马林勒庞进入第2轮，将会是强调经济自由的中间派马克宏加反移民持以后观点的马林勒庞对决。马林勒庞加普京的关系也真好。Et j'appelle tous ceux qui depuis 6 ans et jusqu'à ce soir se sont engagés pour travailler à mes côtés, à transcender leurs différences pour se rassembler en un grand mouvement politique d'unité et d'action pour notre pays. 法國伫咧過去20年來，一個無任何一位總統成功連任。馬克宏連任的選戰正晚才開始，也只敢辦過一場大型的造勢活動。伫咧執政期間，法國經濟成長率超過其他歐洲大國，一個規個歐元區。佮加上馬克宏積極伫咧調停烏克蘭局勢，有大幅度的領先。不過離投票日愈來愈晚，3月中領先18%的優勢，即馬已經無去啊。馬林勒龐是以俄烏戰爭對法國經濟影響批評馬克宏。Dans cette campagne, j'ai décidé d'être libre des attaches partisanes pour être au service de tous et de m'adresser directement à vous. Je continuerai à le faire pour être, si vous le décidez, au lendemain du second tour, sans exclusive aucune, la présidente de tous les Français. 馬林勒龐2017年以民主陣線第2遍參選過選輸，政黨就改名號做國民聯盟，即馬國要參選。不過伫移民加國家認同的問題立場也是無變。另外一個問題是，伊甲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真好，雖然俄烏戰爭了要譴責俄羅斯，不過對於加減也是有影響。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即陣國際上戰爭的焦點攏放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過佇地球的另外一個所在，阿拉伯半島南邊的也門已經經過7年的武裝衝突，嘛造成嚴重的人道危機。即馬也門小鎮的國兵，即馬佇3月底時，嘛頭解達成全國性停火協議，因要停火停2個月，而且對4月份再解月已經開始正式生效。也門2個月休戰，多是穆斯林在解決的開始，這是自2016年以來交戰雙方第8動議全面停止軍事行動。盤根控制紅海重要港口，國際進度波及的生命線荷台達，加首都沙那國際機場，不過被支持政府的電軍封鎖，商業航班隔2年才開放，郵輪甲貨輪總算送來民生物資。百姓暫時未過聽到炮火聲，因安心度過在解決，不過首都市場通貨膨脹對民生衝擊也是真大，特別是俄烏戰爭造成全球的糧食能源危機。ضرر أكثر الضرر علينا هو من الحصار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يحاصرنا ويمنع علينا النفط. 過去幾年講的和平協議真緊就破局，近年以來青年運動用無人機跨境攻擊阿聯加沙地的石油設施，各項國際油價加區域局勢情況引起聯軍報復性攻擊。戰區更加慘，3月底的沙地邀請美國開了一場也門會談，得到西方大力支持，雖然青年運動不願意去敵對的沙國參加，不過在聯合國特使戈蘭伯格的參詳之下，也是有得到成果，一切宣布也門政府沙地為首的聯軍加胡塞青年軍達成2個月停火協議，期限在各方同意之下1個月延長，讓也門百姓和平度過在解決的大地。أن تستمر الهدنة مش شهرين على طول يعني إلى ما لا نهاية لأن الشعب قد تعب وعانى الكثير.
也门原本就是全球上产车国家之一，7年军事冲突已经造成37万人死亡，460万人流离失所，3000万人口当中有8成外口援助，半数限制药剂，形成医疗体系崩盘。美国也门特使兰德金指出，局势已经演变到决定性的时刻，要让这摆停火加做永久和平机会。联合国表示，这摆停火成效以来，暴力事件明显减少真多，呼吁青年运动甲也门政府正式双方将议定一项释放2000多名战俘协议，也同意伫塔伊兹甲其他省份开放道路交通，希望全面解除封锁换停火。公司新闻是会中评论。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奥地利总理内哈默今日会去莫斯科甲普廷见面，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普廷头摆甲欧盟的领导人见面会谈。来关心美国白宫宣布讲，拜登今日会甲印度的总理莫迪举行线顶的峰会，针对俄罗斯拍乌克兰这场战争进行讨论。来关心俄罗斯的盟友塞尔维亚4月初9的时有接受一批中国的防空系统这武器，这嘛互外界烦恼，会去影响到东南欧的和平。中共军机是直透飞来咱的西南空域扰乱，4月份到达，逐天拢无停过。根据国防部的资料，昨昏有一只歼16D战机、2只歼10战机飞来扰台，咱空军有全程掌控，嘛有公布2摆甲因赶走。中共军机扰台，根据台湾西南空域分析专业记录，4月份到即马拢无停过。空军司令部的空警动态也显示，最早总共有3架次快速机进入咱西南防空识别区，包括1架次歼16D战机、2架次歼10战机，咱空军2遍放送驱赶。空军按照惯例，除了放送驱赶，也派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并且以防空飞弹追踪监视。伫两台军机内面，其中有一台是有电战能力的歼16D战机，是中共解放军空军第一种电子战机。捌伫今年1月时阵，第一遍公开出现伫台湾海峡附近空域，要抢这电子权。另外，中国大使馆关心抗议瑞典国会甲欧洲议会议员第一遍组团访问台湾。不过，外交部分析专家讲，因安尼先做，更加坚定议员因访台决心。访问团伫昨尾暗到台湾，由外交部政治詹秀林接机。因为总统蔡英文正伫咧进行隔离，所以伫咧12甲访问团进行视讯会议。结果再由副总统赖清德伫总统府接见。记者综合报道。歌手张惠妹阿妹最近伫小巨蛋开演唱会，为着惊甲因为共款去检查到附近民众的生活，阿妹是甲歌迷讲，就算真激动嘛，唔好跳起来，唔好跳。也毋过附近的徛家也是讲感觉内底咧开演唱会，因的厝拢在喊。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表示，这是因为小巨蛋下骹地质的关系，而且各有节温通过，民众会感觉较嗨、较摇，啊毋过会想办法解决。香港会造成小巨蛋周边地表震动歌曲3降3暝，阿妹为着不被好40岁居民困扰，希望歌迷摇得好，唔通跳。我们这个演唱会，然后影响到邻居。对，我在想，好像如果在地上这样子，然后不要跳呢，然后像某天某夜的时候，这种。虽然安尼较无闹热气氛，不过歌迷愿意配合，卡拢无离地。如果当下住户住真的会很夸张的话，那可能就稍微妥协一下嘛，对啊。我是觉得如果改下午场可能会好一点啊，比较不会影响到晚上的作息。对，那晃动是因为这里的居住本来的地基就没有到很好啊，已经没有晃动了，那会晃那就是地基的问题啊，你要怎么怪人家？不过厝边也是感受到震动，当然是不舒服啊。但是已经知道是他的表演，就不会说是也不会慌张啊。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伫几工前到居民厝来感受，看到鱼缸的水会震动。伊表示，进行地质单位研究，因为当地地质有黏土层地下积温通过，所以可能造成震动。虽然主办单位已经尽力，不过也是无达到互居民安居的程度。会研究新的标准甲其他改善方式。63分贝，目前虽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还是引起民众的这种恐慌。那我是觉得未来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讨论，到底需要定标准，还是说要定禁止的行为？黄珊珊也感谢阿妹甲瓜白体谅对降低居民生活影响，未来要如何找到平衡点，就看市府后续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轿车无依照规定开车门，造成车祸这款事故接发生。道安会统计讲，最近这5年来，逐年拢有超过2000件，敢若去年尔就造成11个人死亡，2700多人受伤。要安怎降低这款人为的事故？道安会是提醒讲，驶轿车要开门，一定要2段式开门。轿车门开开了，后壁拄好奥多麦过来，弄到了半倒。这种情形伫咧路的定定看到，也有监视器翕到。伫今年2月时阵，有一个轿车违规停伫咧路边，驾驶突然间把车门开开，后壁一台奥多麦过来了，去弄到半倒，尾也有一台山石车自后壁过来，直接给挨过去，骑奥多麦的人当场死亡。心急吧，一下子开车门了。可能急着要做事啊，或者是急着要缴费啊什么的。我会先开，然后先看后面一下，再把门打开。有时候就是一个反射动作吧，想到就出去了。应该是在宣导多一点吧，全面强力宣导。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不知道啦。无依照规定2段式开车门违规的案件真多。道安会统计，自2017到2021年，每年拢超过1000例以上。敢若是伫咧去年不当开车门就造成11个人死亡。2700万人受伤。虽然这几年事故案件无明显增加，不过也无大幅度减少。我们一再宣导说，你要用2段式的方式来开车门，也就是说，你一定要转身去看后面有没有隔2个行人。至于说我们的其他的机车驾驶那碰到路边有车子，说不定远远就看到他了，那你可以尽量稍微避让一下，或者是慢慢的来经过。违规开车门被开罚单，相当是罚3600，若是人因此死亡受伤，也管负刑责。道安会希望驾驶伫咧上路车时阵，一定要遵照2段式开车门，骑奥多麦人也要注意，要闪开风险，建立防务驾驶的观念，保护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林务局阿里山林业铁路甲文资处今年阁要请人，计共有开出18个工课课。结果是剩176个民众去报考，录取率敢若1成。这边开的课内底，路线维修人员因为常常爱搬动，旱草爱好，所以体能测验嘛真严格，爱搬86公斤的铁饼，担70公斤的沙地啊，2项拢爱伫45秒内行50公尺，才算合格。15公斤、20公斤的沙地啊，扛伫肩胛头，15毫升甲15毫升拢会伫11分钟内完成1200公尺才合格，这是上困难的。来10公尺咯。86公斤的铁链扛咧行50公尺，佮配合70公斤重的沙地啊行50公尺，拢爱伫40秒内完成才通过第一阶段测试。2种体能测试拢是林务局阿里山林业铁路甲文化资产管理局招募进的测试内容。以前暑假都会练球，练球的时候也差不多都是有时候会有体能训练啊，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这个强度都是还可以负荷的。没有20公斤的沙包，我只试着，就是跑看看可不可以啊？跑可以，可是我不知道刚沙包会怎样，幸好比预期的好。体能通过之后，第2阶段考试，今年公告按18名站务、车辆维修甲路线维修人员，有176名考生，录取率只有1成。本次总共有176位报考，录取率约有1成。那其中20岁到40岁占最多。主办单位表示，职务无同，体能测试也无同，因为路线维修人员爱定定排动，也爱确保应负担安尼特殊需求。不过过程中有互晓手龙这装备，也请有证照体育教练专程陪伴测试。那录取1个月薪水上悬3万6，佮加上年终奖金5半月才福利。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放送头，咱来看，几若百年前，咱台湾有真侪野生鹿仔，严格尾啊，因为开发的关系拢无啊。若是有鹿仔，拢是人咧人饲的较侪。伫台南客家就有一个饲鹿仔的高人，伊少年的时学饲鹿仔，尾啊家己开鹿仔场，嘛注心伫饲鹿仔的产业。台南是全台湾第2大的鹿茸产区，饲水鹿仔占超过8成。伫客家有一个饲鹿仔的高人，少年时为着要趁钱，就去学饲鹿仔兼职网赚，想袂到愈饲愈有心得，佮甲本地工课辞掉，家己创业，研发各种鹿仔的相关产品拼销路。阵种食头路都趁较无钱吼，想讲兼一个副业，毋知影讲鹿仔吼，哇饲起来哪趣味，佮会当趁钱。因为鹿仔是动物中的贵族啦吼，所以讲吼，伊介古水介水吼，所以讲你若像咱伫外国啊，像日本吼，奈良因拢有管拢有那种观赏用的安尼。鹿茸是珍贵的罕药材，当年3月到6月是采收的大月。咱国产的鹿茸拢是现挂现收，饲草真好。真侪民众拢会亲身去到鹿仔场买鹿茸，回去补身体。一单发一届，一单发一届。清明节前后，咱饲的是拢是台湾水鹿较侪吼，是算讲台湾水鹿是亚洲特有的品种啦。咱台湾介水嘛介有经济价值安尼。若是要养生的吼，清明前后，伊就来买鹿茸。来浸吼。过去饲鹿仔的人，大部分拢有别个头路，甲饲鹿仔当做副业尔。毋过即阵有政府辅导，业者的理念较创新，技术较进步，饲鹿仔成做经济价值悬的产业，甚至专业佮稳定，消费者嘛佮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屏东县常常有人偷摒粪扫、偷烧粪扫，污染环境。环保局加强稽查，即马嘛利用新科技来监测空气内底臭味。所以屏东县即马已经成做全台湾唯一一个10项环保项目拢有得顶的县市。台顶真侪奖杯奖牌，这是屏东县每一档执行环保政策的成果。因过屏东县内常常有偷排滴屎水、偷烧粪扫的状况发生，环保局为着要改善环境，加强稽查，推动再生能源，目的是要甲屏东恢复做适合大城市。我们整个环保局整个团队非常积极努力，改善空污的部分、水污的部分，没有民意代表或民众或者乡镇市长再打电话给我，起码这吵。为着要紧改善环境，环保局改变做法，利用半暝也是休假时来稽查，互无良心的业者无法度软空芳，要求因一定要改善污染的问题。而且环保局嘛结合科技工具，把违法烧粪扫的人拢列出来，幸福环境一个清晰的面貌。这个针网摄影机可以藏在一些容器里面，或者是我们伪装成石头。未来我们会在微型感测器上面再加装硫化氢以及氨气的微型感测器。屏东县环保局一直有咧进步，这几档屏东环境的评估拢是摕到特优，而且是全台唯一10项环保项目拢有得奖的县市。因的拍拼，毋但互民众顶前的电话变少，对环境嘛有改善，这得到肯定的成果，嘛正做其他县市嘛讲赞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靠海、讨海、挖山、食山，林务局有举办食山主题展览，用好食的料理，亲像土鸡啊、笋啊，这农产品，互民众了解人甲自然的关系。规桌顶的料理有土鸡、鱼头汤等等，互人看了特别热闹。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上直接的方式，互民众知影大家平常时所食的物件，参环境好歹，其实有真密切的关系。少用农药。像草生栽培的一个水果，甚至不抽地下水、友善环境的养殖等等，只要大家用点心去了解这个农作物、这个食材的一个生产过程，那大家如果愿意去支持，那就会有更多的农民投入。除了食的物件，现场佮小界，目前台湾各县市野生动物生存的分布区域，提醒民众
人参环境共生是真重要的保育政策。如果透过我们不使用农药、不用杀草剂、不用化学的一个友善生产的一个方式，其实是可以造就我们人类在所谓的生活、生产跟生计上面、生态上面几个不同面向共同可以融合的一个区块。石山主题展览自7月开始，一直到24，在新德市将军村展出，希望透过活动，让更较侪人认同对环境友善的天然农产品。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嘉义中正大学有甲丰收社区发展合会，即马做伙举办丰收社区文化节。老师、学生甲社区的民众用老相片摕来展览，嘛邀请在地村民透过相片来看即阵甲因果变化。社区的时代甲大学生摕家私来弄酸影，大学生第一摆体验这个活动，拢感觉真新鲜。就把那个酸亚弄下来，然后就可以，因为那个阿嬷跟我说可以做成芒果青，就是削皮之后就可以用了，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一种给长辈的回忆啊，也是给学生一种传承啊，就是了解说古时候人家的生活这样的。日本时代，才就开始种酸影树，社区的时代拢有弄酸影成长记。国立中正大学为着配合学生增加在地认同，配合社区来举办社区文化节的活动，唔但体验弄酸影，佮用较早的相片来拍展览，互人知影过去甲即马。这是大人有一个光荣感，讲好，当时看到一个教授，来甲咱指导这个，真欢喜。还有个这学生哦，大家也真热情。从老照片里面看到过去的样子，然后也可以对照现在的这个房子，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所谓的社会变迁。那社会变迁也许是好的，也许是不好的，但是它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中正大学评估大学路的计划团队讲，透过共同的活动，勾画学生甲在地的感情，而且嘛会当做伙延续过去的历史，传承在地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大甲妈出巡示警，今日会到新港的洪天宫，因为本土疫情，即阵夜悬洪天宫对香客的食甲大嘛拢有新的规定，而且入庙拜拜爱大声申请。旧历3月12日，大甲妈绕境特别来到嘉义新港，嘉义县政府新港乡公所甲新港洪天宫，即站共同确认香客大甲食的防疫规定。我们的住宿只提供有向新港洪天宫登记的团队，而且必须打满3剂疫苗，取得3 OK 卡，才得以进入校园住宿。那学校总共开放的18间教室，含我们的体育馆，那总共约计大概有380位我们的香客会进来学校住宿。饮食的东西，我们希望不能够边走边吃。那所有的水果，我们用塑胶袋，那一袋一袋装好，让大家能够减少。直接吃可能脱口罩，那防这个传染病的风险。那大甲食有规定，洪天宫表示，除了实验者量体温，即个配合防疫规定，民众也是香客要入来庙内底，拢需要事先申请登记。要入去庙一定要注3剂，3剂咱来摕黄卡，去登记，登记了开始有，再发一张互你，这拢有名伫咧，几号拢有名。虽然县政府甲洪天宫拢有要求相关的防疫规定，但是伫庙埕外口也是有发现一寡工作人员虽然无挂好势。嘉义县卫生局表示，针对这个情况会来劝导，洪天宫嘛呼吁信众要配合防疫规定，减少疫情传播的风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发会有提出2030年双语国家这个政策甲目标，其中双语讲的是华语甲英语，这是引起侪学者不满。台湾语文学会就批评国发会无了解母语的价值，呼吁政府爱退回草案，爱先甲语言学者讨论，参各界做伙参详。台湾南岛语言的区域性最高，GDP 的差别最大。那语言差别越大，表示讲这些语言的人在这里住的时间最久。强调台湾被国际认定是南岛语言的起源地，在咧地理、文化甲语言有绝对的多元性甲历史价值。台湾南岛语言研究之父李仁奎教授烦恼2030年政府要设双语国家，会致使承载文化甲历史的语言流失了更较紧。这是咱的真重要的文化财，那消失掉了，咱台湾是已经是无什么特色。
除了南岛语言去予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做是濒危语言第3级的台语，也同款面临短暂的危机。台湾语文学会甲语言传播相关的学者，希望国家收回双语国家政策，改以岛语台湾、英语优先为目标。其实国发会的主事者他是不太了解语言政策的。520之后，我们文化部长换人了。好，那5月28号呢，苏院长就把这个东西退回文化部。那文化部从此以后就假装没这件事哈，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这件事，相反的，我们有了一个很奇怪的中心，叫双语国家政策研究中心。要成立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单位哈，来统筹哈，来规划咱规个台湾的国家的语言的政策，哈经费呢哈，嘛要做一个整体的分配。过去台湾语言政策的错误，地区语言断根，民间团体希望政府这届赶紧回头，唔好搁再糊涂，简单注重英语，颠倒好无语路愈行愈退步。刚这个时阵也要求政府就要紧甲双语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提登去行政院，甲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的设置草案列入去研议。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11月份世界杯卡球比赛会伫卡达举行，因为当地天气较热，场馆全拢有安冷气。为着要去场馆，卡达嘛引进济外劳，也毋过伫筹备期间，卡达嘛传出苦毒一港的人权争议，引起批评。2022卡达世界杯卡球赛初一举行抽考仪式，参加的32队只剩3名也无确定。这国家地区拢按照系统处来抽考啊。这一届比赛有真侪第一摆伫中东举办，第一摆伫北半球冬天办的世界杯。因为卡达天气热，比赛场馆全部拢装冷气，只是为起这场馆，卡达请真侪外籍移工所做着人权甲非政府组织，批评遭受不合理待遇。这外籍移工大部分来自南亚地区，伫真热沙漠当中工作。英国媒体卫报都捌报道，甲去年为止，已经超过6500移工伫卡达过身。不过卡达官员表示，过去10年以来，卡达已经改变真侪。Support and work with us as partners in ensuring that the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over the last 12 years will continue beyond it. 国际卡总主席英范提诺也俄罗卡达伫2010年得到主办权了后，社会甲法律的改变。Since then, the kafala system has been abolished. Minimum wages for workers have been introduced. Regulation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workers from the heat situations, which obviously is an issue in the summer in Qatar. 卡法拉制度是指一种伫阿拉伯国家移工保证人制度，头家因用真低薪水控制外国建筑工人甲使用人，因讲是无法律责任，即马透过立法，互卡达移工路权得到改善。Dear FIFA President Gianni Infantino. 乌克兰卡协主席请洪大家伫基辅一纪念碑头前录影，这影片伫卡达国际卡总年会顶悬播送，一个温情发声，希望甲俄罗斯伫卡球场公平对决，出台用武器交手。不过俄罗斯已经被国际卡总禁止比赛，因讲是被赶出世卡赛。后卡总也禁止选手参加比赛，佮增加这一届卡达世卡赛的争议甲话题。公司新闻电为人朋友。继续来关心环境，新山钢铁需要大量的土炭，过程中嘛会排出侪二氧化碳。即马瑞典有做钢铁的公司甲能源公司合作，用氢气这款环保的绿色能源来炼钢铁，过程中敢若会产生水烟尔，而且拢无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镜炉内面红记记的钢水喷出火色，袂出敢若盐浆共款，炼钢炉的温度有到上千度。伫咧烧的时阵产生的二氧化碳，拢排伫咧空气中。钢铁是目前用了真侪金属材料，像建筑、汽车、机械，甚至是武器，拢会用到。不过炼钢是高排碳、高耗能的产业，所用的能源有75%拢是来自煤炭。生产一吨的钢会排放1.8吨的二氧化碳。Steel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onstruction material. The only problem today is the current way of making steel from iron ore emits too much CO2. 伫瑞典的 SSAB 公司是北欧上大的钢铁制造商，因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
不过，即马全世界拢要减碳，因也开始找炼体的代替能源。在2016年，由瑞典的钢铁业、国有能源公司甲矿业合作，研究用氢气代替石化燃料。利用太阳能、风电这款再生能源发电设备所产生的电，电解水料所产生的氢气就叫做氯氢。利用氢气的好处是，伊经过反应了，只个来产生水汽，袂产生二氧化碳。Instead of using coal, we can use hydrogen to do this reduction. So hydrogen gas combines with oxygen in iron ore, and we get iron, and then we get water vapor instead. 瑞典的Volvo汽车就已经宣布，因以后生产的车的车身结构，拢会使用氢气所炼出来钢铁制造，是全世界第一个用氯钢的汽车制造商。Focus on the car itself as well, and here steel is a massive contributor to CO2. It's between 20 and 35% of the entire footprint of the car. 若是要赶伫咧2050年进前达到零碳排，就要用氢气或者是其他革命性的技术。以后炼钢厂也袂使讲要起就起，因为若无减碳技术就无法度生产，也会互钢铁变做罕有的战略物资。全世界钢铁的计数也会称甲正悬。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今日开始到拜三，各地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高温有机会达到30度以上。不过早暗的温差较大，不过拜四就会变天哦。拜四的透早有锋面会到位，中部以北会落雨，低温剩16度。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有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